歡迎大家收聽 HPFA 啊，我係 Lily 啊。咁嚟緊咧，我哋今集咧都主要係想講 Morning Musume 十期成員咧，佢哋正式由呢個9月29號咧，就係呢個5週年啦，加入5週年。咁佢哋咧十期成員依家已經係 Morning Musume 入邊最重要嘅中流砥柱角色，亦都係唯一一期全員留喺個隊入邊度過5週年嘅。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好特別嘅即係歷史啦，可以話係，因為歷屆前嗰9期係冇一個成員可以全員一齊留喺度超過5年嘅。咁咁呢隊組合咧係呢班成員啦，應該話係幾時加入呢個組合咧？就喺2011年9月29號喺日本武道館舉行嘅2011年秋刊咧愛 Believe 高橋愛卒業紀念嘅時候，最後一場咧就係、即係上咗個舞台嗰度介紹咗Morning Musume 加入咗10期新成員啦，咁又即係當時就4個人一齊上台啦。咁成員分別咧就係、當年咧只有16歲嘅飯蛙春菜、14歲嘅石田亞由美、12歲嘅佐藤優樹同埋11歲嘅工藤遙。咁當時都算係飯蛙就年紀比較大加入嘅。咁工藤遙咧就比較特別啲，因為佢 Hello Project X 嘅出身，即係亦都係依家嘅 Hello Project 研修生嘅前身。簡單嚟講，4位成員入邊咧係得工藤遙比較有舞台經驗，同埋石田係一個地方偶像組合嘅跳舞組合啦，跳舞裝嘅成員。咁所以係得2位成員咧比較有呢個舞台方面經驗啦。咁今日咧就邀請咗2位嘉賓啦，咁啊〜講下對於呢個10期5週年嘅感想，咁我哋就歡迎 Shelly 同埋阿 Yuki 啦 ，Yuki， 咁啊請 Shelly 講先，呢個對呢4位成員嘅感想有冇話推邊個成員，又或者覺得邊個成員即係到依家可能加入到依家都仲係有好多問題需要更加進步嘅咧？有請 Shelly。如果你話10期嘅話，其實我係比較推 Maja，即係佐藤優樹，佐藤優樹係同埋我哋嗌嘅 Do 啦，即係工藤遙兩公婆嚟嘅喎。因為其實我係嗰啲能力派嚟嘅，因為我係即係能力越高，我就基本上佢注目點就會高啲嘅。咁但係其實我覺得飯蛙其實喺我近排眼中已經係好咗好多㗎啦，因為佢喺 MC 啊，同埋佢唱歌方面咧，其實比佢一開頭入嚟真係已經好咗好多。咁你話如果真係話真係黑咧，其實好多人都知嘅。其實我有啲黑石田嘅嗰個程度，即係其實我唔係話我唔中意佢，我單純係覺得佢嘅實力唔應該係咁咯。即係因為已經加入咗5年啦，照計你應該作為一個 idol 啦，咁你唱歌跳舞，我知有啲係改變唔到嘅事實嚟嘅，係啦，即係係啦，本身個底嘅問題啦。佢好似好滿足呢個情況，好似好滿足呢個情況，所以有種就會覺得我唔黑下佢，係咪佢係唔會進步嘅？即係我黑下佢，可能佢下一次進步嘅時候，我就會另眼相看，即係唔想佢好似停留咗喺呢個位咁樣咯。係咁其實咧，佢最近最出名一條片咧，就係喺鈴木香音個卒業演唱會嗰個 touring 入邊咧，咁佢當時其中一場啦，咁啊有個機會係得到一首 solo 歌嘅機會嘅，咁而嗰首 solo 歌咧都係呢個官方嘅 Hello Station 嗰度咧播過出嚟嘅，咁當時好多無論日本 fans 定係中港台嘅 fans 啦，咁對嗰首歌嘅感想都係石田點解入咗咁多年都好似唱歌方面咧都仲係好似有少少舉足不前咯，即係我又唔覺得佢係唱得好聽咗，又唔覺得唱得難聽咗，係純粹係我覺得咦都好似同加入嘅時候唱歌方式係一樣喎。咁就會覺得我知道石田跳舞係好叻嘅，佢跳舞真係好好睇。咁但係如果你作為一個 idol 一個需要唱歌跳舞嘅成員啦，即係一個隊組合嘅成員咧，咁會唔會係唱功方面咧要加多少少苦功咧？咁啊 Yuki 又對於呢個石田亞由美又有咩感想咧？我其實都好同意頭先2位講法啦。咁而且石田俾我感覺咧。就係其實佢有少少嘥咗公司擺佢 centre 個位度，個資源問題係啦。你跳舞好睇，你擺 centre 我係贊成嘅。係。但係當你去到你自己 solo part 嘅時候，你明顯係同人哋即係其他成員
個有一個段差距，係同埋即係好似頭先你哋所講啦，其實個唱功方面咧，其實係冇乜點進步過，仲係聽到嘅有啲其實同以前一樣，甚至乎係有少少唔係咁聽得入耳。係啦，呢個我個人意見啦。係咁嘅時候，其實我覺得你既然公司咁睇得起你，其實你應該去加把勁，去改變下，譬如話去揾下唱歌老師，改變下自己唱歌方式，又或者參考前輩嘅一啲意見。咁因為我覺得佢跳舞嗰方面其實已經去到一個好高嘅 level，唔需要再去特登去進步。反而係喺唱功方面落多啲努力，同埋其實我見到佢喺綜藝方面其實都好有努力，好有有啲成功嘅。咁既然你咁多方面都已經有一啲成就嘅時候，唱功方面其實我覺得應該要落多少少功夫。係啊，咁而好多即係例如佢哋入嘅時候咁。當時係新門李莎接手做呢個隊長啊嘛，佢哋10期加入嘅時候，咁我覺得新門李莎又係開頭唱歌咧，佢唔算唱得最好嗰一個，因為始終佢同期太多標青嘅人啦。咁但係我見到新門係不停咁即係尤其我自己就好欣賞新門李莎喺慢歌方面嘅成就，我覺得佢係算係咁多期成員入邊，佢唱慢歌係好聽、好有感情嘅。即係我覺得你既然即係黎石田，佢把聲唔適合唱歌唔緊要，但係你可以放多啲感情位去唱歌，就算你唱得唔好，咁觀眾 feel 到你嘅情緒，都可能係會彌補到你唱功上嘅不足咯。即係咁呢個係我個人意見啦。咁講完石田亞由美咧，佢當初就14歲加入，依家就已經係19歲噶啦。咁次20歲咧，其實係一個分水嶺嚟嘅，我覺得。即係可能係會卒業啊，又或者可能留低喺個隊入邊。即係我覺得20歲對日本嚟講咧，係因為佢哋成人禮係20歲嘛，20歲先成年啊嘛。咁而我都唔知出年有咩講安排啦，因為始終依家9期已經走咗2個，咁9期就有機會唔喐住嘅，咁就可能喐10期咯，因為10期係9期之後最大啦嘛。咁依家咧講完石田亞由美啦，咁講下飯蛙春菜咯。飯蛙春菜一入到隊入邊咧，都係一個唱歌唔係咁擅長嘅女仔啦，而跳舞都唔係話太好嘅，因為係會跳得似機械人，本身係手長腳長，咁呢個都係身體上嘅優點啦。但係佢就會可以着衫着得好漂亮嘅。咁阿 Shelly 有冇對飯蛙春菜有冇意見咧？其實飯蛙一開頭俾我嘅印象係花瓶。花瓶，即係佢好漂亮。而家嘅美型係同一個 pose，冇錯，佢一個花瓶擔當係咪？係啊，但係其實飯蛙佢近呢幾年佢自己揾到 position，真係做 MC 係好嘅，即係起碼佢你見到而家好多場 con，咁基本上都係佢負責 MC 嗰啲位，咁其實佢講嘢係 OK 嘅，係啊，當然啦，大家都知道佢嘅講嘢嘅模式就係呢個嘅奉承嚟嘅，奉承係啊，係啊，好好啊，好好啊，你真係做得好好啊，係啦，你好勁啊，你好叻啊嗰啲。咁其實要奉承得叻嘅本身就係應該係擺最叻嘅人嚟嘅，本身就，所以其實佢做 MC 係揾到好嘅 position，同埋佢唱歌其實叻咗啦。係啊，佢唱歌好聽咗好多，即係佢同其他人唔同嘅位就係因為佢其實佢知道佢唔嗌得。哦，因為佢真係佢自己好明白佢自己係唔嗌得，所以佢唱嗰啲位咧，你會見到佢係偏向好道重 feel 嘅而家。好讀歌詞嘅其實。係啦，即係佢係有感情嘅讀歌詞。有感情地讀歌詞。有感情咁讀歌詞，但係好過真係你走音咯。咁啊係，咁啊係。即係起碼佢會有一種感覺就係我聽唔到有咩踢啲，但係我聽到有感情。咁其實我諗感情都係踢啲嘅一種嚟嘅，咁佢做到已經好好㗎啦。係。咁阿 Yuki 有冇對飯蛙春菜呢個人有咩感想咧？呢個成員？其實頭先咧你哋有講啦，佢講嘢又叻啦，有勝負意思啦。但係近呢2年咧，我覺得佢開始發展緊毒舌呢樣嘢。因為15嗰陣開始咗啊嘛，15嗰陣開始角色歌係話佢係會講嘢好毒舌。係但係其實都係一個角色繼承嚟嘅。其實講嘢叻嘅時候係咯，第一佢繼承咗道眾啦，咁始終道眾都係佢嘅推嚟㗎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其實講嘢咧，你即係識可以奉承到人，實際上其實你可以
毒舌到人嘅，仲要係佢講有説話咧，可以明明表面上好似讚緊你，實際上係踩緊你。係啦，我覺得呢樣嘢其實好搞笑，所以綜藝掛係嗯係絕對佢有一定嘅重要性啦。嗯咁另外，我覺得佢作為一個動漫迷啦，或者可能講御宅族啦，咁其實係另一個 idol 界入邊嚟講係另一個亮點啦。因為應該少 idol 係中意睇動漫，又或者好似佢咁狂熱啦，狂熱到可以同中村長子做埋咁 friend 啦，雖然相差10年啦，咁我覺得哇，你都好嘢喎咁樣咯。即係其實佢喺演藝界睇得到佢交友圈其實都幾廣，而且佢社交能力真係超高，係啦，咁即係可以發展佢自己個人嗰個宣傳，即係宣傳度係咪知名度？係，其實社交能力呢樣嘢都係好重要嘅喺演藝圈入邊，即係就算你冇實力，但係有呢個社交能力咧，都好犀利。所以點解即係我講翻少少 extra 嘅資料啦？點解Morning 娘咧有個2期成員咧，寶田貴咧，佢由加入嘅時候都會俾人欺負，畢業之後都係俾人欺負，但係佢可以話係 Hello Project 即係 Morning 娘啦個 OG 成員入邊發展得最好嗰個，係因為佢出咗名，性格好，同埋人緣好。咁所以佢係 keep 住有 job 嘅呢樣嘢，係呢個我都係睇其他日本綜藝節目而知。而繁花春菜咧，我有少少資料想補充嘅，因為我自己都係一個好中意睇日本綜藝節目嘅人啦。咁佢係試過係叻到係一啲整蠱人嘅大賞咧，每年都會有節目去整蠱一啲藝人嘅。而繁花咧又好彩 ，Hello Project 已經好多年冇俾人整蠱過㗎啦。即係除咗啲 O.G. 成員耐唔耐會整蠱啦，但係現役成員入邊咧係會整蠱繁花嘅喎，但係佢又鬼嚇到佢死下嗰啲喎。咁所以我都覺得繁花佢嘅能力咧，即係除咗Hello Project 知道佢嘅能力之外咧，其實各大電視台都會知道繁花其實有咁嘅能力，所以基本上佢就算將來出咗嚟之後啊，我都唔擔心佢嘅出路問題。咁咧跟住落嚟咧，我就想播翻首10期啱啱加入咧嘅歌啦，就係我哋 fans 咧就叫做雞仔歌啦。咁其實首歌中文譯名都好搞笑，叫做《幼嫩的小雞們》啊。咁就請呢個 fans 咧同我哋一齊聽啊！佐藤優樹啦，一個非常令人頭痛，但係又非常天才嘅女孩子啦。咁阿 Shelly 講下佐藤優樹嘅感想啦。其實佢而家根本係實現咗佢喺新垣里沙出現嘅嗰段角色咯，即係囂張物語嗰段嘢。因為其實佢囂張物語嗰段嘢一開頭就已經話佢係秘密兵器嚟嘅。係秘密兵器。咁其實你而家15年開始你就已經知道佢秘密兵器嗰個意思係。當然啦，呢個秘密兵器其實持久度唔係好高嘅啫，因為
hold 唔住 hold 唔住。唔係佢 hold 唔住，係佢把聲自己 hold 唔住，聲沙。係佢身體 hold 唔住。係身體 hold 唔住。因為其實你嗌一場 con，消耗嘅體力係好大量，好大嘅係。好大量，同埋佢而家最擔心佢就因為佢已經食咗好多聲效位。係。即係佢係有實力，但係佢頂唔頂得住都係個問題。因為其實佢同小田唔同嘅地方就係小田有嘅體力。小田嘅體力咧，你可以足夠佢嗌完場 con 之後咧，其實佢都根本冇使出晒100%。係啦，仲冇事，佢完全冇事嘅。但係佐藤要 hold 呢場咧，佢就要真係可能120添。咁但係佢 hold 完之後，佢把聲可以點撐落去咧？呢個係好重要。不過佢而家仲可以 keep 住咁紅孩子，其實係一個奇蹟嚟嘅，我覺得。係啊。佐藤優樹咧，其實呢個女孩子都比較可愛同埋比較特別嘅，即係算係4期成員 W 啦。跟住佢畢咗業一對咗佢做 W，咁就4期之後係最令人頭痛嘅紅孩子嚟嘅據聞，即係呢個係2期成員矢口真理自己講嘅。咁因為佐藤優樹佢其實5月嘅時候我都有睇過阿鈴木香音演唱會個 touring 嘅，咁嗰陣時都會特登睇最後一次阿鈴木啦。就從埋睇埋依家嘅成員嘅成長度咧，咁當時佐藤優樹都係同即係大家講嘅話，佢喺 con 入邊表演都差唔多，就係、頭嗰上半場係 hold 得住嘅，下半場開始聲沙啦。咁所以我都有啲擔心，其實佢把聲撐唔撐得住咧。而一啲演唱會花絮之後，我係見到佢係拎住一個噴霧器啊，噴喉嚨嗰啲噴霧器啊，喺度吸嗰啲噴霧啊，即係令到把聲可以回復得快啲。咁都希望佐藤優樹可以即係快少少揾一個好啲嘅唱歌方法，可以令到佢繼續唱落去啦。即係好似Q 多嗰個團鈴木愛理都係唱咗十年11年，連埋 Kiss 期可能10零年添，但係人哋把聲都仲係 keep 得咁靚聞，即係都仲係冇話咩聲沙要起繭去做手術。咁呢樣嘢我都相信佢要去即係揾一啲前輩去請教呢個護理聲音嘅方法啦，或者。最簡單啦，揾同隊小田英教下佢嘅。唔係但係佢嘅性格你知佢前輩嚟㗎嘛，點會揾後輩去請教？咁又唔係都唔係佢哋媽就係會㗎。媽就係會啊。其實咧，如果大家有睇我提我話啦，有個 trailer 咧就係講佢哋而家今年嘅16嗰個，你知啦，紅孩子係唔識字嘅，唔識字佢真係唔識字。佢係讀下呢個嘅劇本咧，佢問嗰個人係野中。問野中10期問12期喎，唔係個重點係你問後輩唔係一個問題，你問一個歸國子女，有歸國子女問呢個歸國子女，你可以問佢英文，你問佢中文，問佢日文就有啲咁樣。你唔係野中答完佢都仲要偷笑咗一下，其實唔係咁其實都代表佢認真嘅，即係其實佢又唔會話關係話因為我係前輩我要點點，係單純係佢真係想去學咪學咯。係啊，同埋佢都唔會話好擺前輩架子嘅，即係基本上即係當然啦，佢都仲係個心智上都仲係好年輕，咁但係將來有更多唔係佢實際都好年輕嘅話，其實大家可以注目下佢講嘢嗰個，佢講呢個 point 係例如李寶酒。即係趙師李寶酒同鈴木香音走嘅時候咧，即係講嗰段説話嘅時候，我真係心諗你真係紅孩子呢個角色真係冇錯配嘅完全。即係佢可能講原來我整爛，即係佐藤優樹整爛咗鈴木香音部電腦，鈴木唔發嬲，但係佢跳錯舞嘅時候，鈴木就發佢脾氣。點解我覺得好好奇啦。或者佢直接好大聲咁話趙師李寶係騙子啦。但係個重點係原來佢哋係咁多期一齊夾緊蝦小田英。即係佢嗰個重點係你會聽佢講嘅時候，你會覺得好輕鬆咯。所以其實我諗佢個重點其實即使有一日可能佢會比較因為其實我諗佢都要有一段時期可能佢要保養把聲，可能真係唔會唱咁多歌嘅時候，佢都有繼續呢個性格嘅話，其實我覺得佢 OK，佢人氣唔會跌咯，起碼。係啊，即係試過咧，有啲 fans 咧走去握手會咧，咁就握佐藤優樹啦。佢哋話入到去係唔見咗佐藤優樹嘅，咁點解唔見咗佐藤優樹？原來咧佢匿埋喺台底嚇個 fans，即係會叫人大聲我喺度啊咁樣。俾糖紙咯，俾糖紙，成個俾糖紙，俾糖紙個 fans 啦。個 staff 有人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拎翻張糖紙走咁樣咯。即係佢就係一個握手，佢遞張糖紙俾你。係啊，我覺得呢個孩子心性，佢到而家嗰5年都仲未被演藝界磨滅。
係一件好事。係啊，仲有最好笑就係、有一次又係握手會啦，咁佢完之後佢得閒出嚟裝其他人咯，即係裝啲 fans 仲有邊個未完，咁佢走出嚟裝啲 fans，排緊呢一行啊，咁當然有可能排緊工藤耀啊，又或者嗰陣時俏斯利寶仲喺度嘅時候，咁嗰條人龍係自然比較長嘅，咁阿 Jordan 就好好奇走出嚟裝一裝咁樣咯。咁我諗佢當然個下場好快會俾 Stars 拉翻入去啦，咁而 Jordan 係會成日做一啲出人意表嘅嘢，加上係佢試過獨立上節目咧，係個主持人問佢帶張符咁樣，即係你有冇問題啊？你今日你個翻譯冇帶嚟喎咁樣，咁佢嘅翻譯就係高藤耀啦。咁而媽站都即係有少少雞同鴨講咁同個主持人一齊做咗成個節目咁樣咯。而個主持人都成日問佢嚇你講緊乜嘢咁樣，跟住就會係咁話，喂，工作人員你下次麻煩幫佢帶個翻譯過嚟啊咁樣，跟即係會咁樣講笑咁樣講咯。咁呢個都係一個佐藤優樹一個最大嘅特色，亦都係佢最可愛嘅地方啦。咁然之後咧，再講下最後一位成員啦，就係、後宮啦，簡稱呢個 Hello Project 嘅後宮王咧，宮藤遙啦。咁阿 Shirley 有冇嘢想講啦？對住阿宮藤遙呢個人佢完全係由呢個本身好普通嘅少女，跟住演變咗一個少女。好靚仔我真係覺得，現場睇都覺得會。因為其實我試過將宮藤遙佢14年嗰套舞台劇，即係佢做 Faris 呢個角色㗎嘛。然後我俾咗一個中學1年級嘅妹睇，佢下一句就係話好靚仔啊！係，即係其實佢根本已經冇意識到佢係一個女仔。係啊。即係甚至佢今年呢一場，佢做翻一個女仔嘅時候，佢細佬居然會，即係逐啲講佢串翻佢，根本呢個都唔係女人嚟嘅，即係佢細佬講翻出嚟啊！係啊。係啊，但係其實佢嗰個性格係中意照顧人咯，中意照顧人，係啊同埋佢係好嚴謹㗎，即係聽聞咧又係一啲小花絮啦。咁10期嗰陣時要合宿㗎嘛，有10零個成員，然之後再揀4個出嚟。咁當時咁呢4位成員啦，10期4位成員都有合宿嘅。咁當時佐藤優樹咧就係、人哋個個好努力練緊唱歌跳舞嘅時候，佢喺條走廊度跑步玩喺度撩人玩。咁咧跟住阿宮藤遙嘅角色就係喺度學佢咯，叫佢唔好再玩，認真啲練習唱歌跳舞好唔好啊咁樣。咁佐藤優樹係冇理到佢繼續玩嘅，咁佢就宮藤遙後尾有啲雜誌嘅訪問啦，咁都講翻呢件事出嚟喎。其實我當時咧真係覺得呢個人咧即係好嬲呢個人嘅，點解自己咁努力喺度練唱歌跳舞嘅時候佐藤優樹可以喺度玩咧，又唔練習咧咁樣，即係所以佢嗰陣時真係話初公佈咗成嘅時候，佢都唔明點解公司會揀佢㗎咁樣，即係會有咁嘅差異。咁但係後尾我記得夏步美老師啦，簡單嚟講就係摩鈴娘好多年前一個編舞老師都好出名嘅夏步美，咁就講過話佢即係10期係佢揀嘅，如果冇記錯，10期佢有份揀嘅，佢係教10期跳舞嘅。佢就當時講咗一番説話，佢唔係要揀做得最好嗰個去揀成員，係要揀盡佢能力做得最好嗰個，盡咗佢最大能力嗰一個成員。咁所以點解有陣時公司揀成員點解會唔揀晒啲全部唱得啊？或者點解要揀啲有啲靚啊、有啲唱得啊、有啲綜藝好勁啊？咁其實就係我諗呢個綜合發展嘅問題啦，一個 idol 成員。咁而宮藤遙咧係我自己俾佢電到咧係呢個 triangle 嗰陣時 ，triangle 嗰陣時真係靚到不得了，靚仔到不得了。triangle 3係啦，就係佢嗰時係雙男主角嘅，佢同俏斯利寶啦，咁就做呢個雙男主角，一個係上位嚟噶嘛，一個就係類似其他國家嘅星人，或者係可以同啲異生物接觸噶嘛角色，係啦，Omega 係啦，咁當時我都覺得佢係非常之靚仔啦，而如果我係做石田亞紅美個公主角色，我都會中意佢咯。唔係，其實佢最好笑係佢每一次睇翻佢哋啲花絮咧，宮藤遙係離唔開自己角色嘅。係啊，甚至你話頭先 triangle 咧，其實佢同小斯利寶一樣嘅，唔知點解喺後台裏面仍然 keep 住係男裝，係令到個後台嘅青葉阿姐以為佢哋兩個真係男仔。真係問，即係佢係用一啲同男性講嘅嗰個詞語用翻佢哋兩個身上咯。但係佢哋兩個係欣然接受咗呢件事嘅。係，而因為即係。亦都係一嚟入戲太深啦，二嚟佢哋日常生活都係做緊啲男仔嘢，佢哋已經放棄治療㗎啦，放棄治療㗎啦已經，係啦，咁所以就依家今年9月29號咧，就係呢個10期嘅5週年啦，已經係順利咁度過5週年，咁就都即係依家暫時年尾13期又未選出嚟啦，咁即係摩鈴娘都仲係一個好多變化嘅組合啦。
咁而即係呢4位成員都，我覺得佢哋已經各自揾到自己嘅路㗎啦。咁都要睇下公司再安排佢哋會唔會追業啊，定係點樣啦。咁而我哋即係作為 fans 咧，係唯有好好咁繼續即係守護住呢啲成員啦。咁繼續聽佢哋啦。你10期已經係咁多期，即係已經暫時係咯新生代裡面10期已經係好計落重要，綜合能力最高強嘅啦，係綜合啊。能力最高，因為其係咯實你睇9期都係有參差嗯，11期唔使講，11期其實得得一個一個，嗰個係係啦即戰力嚟嘅，嗰個係唔需要講嘅。係12期就仲仲係係發展成緊啦長，仲未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嗰啲係啦啦。咁但係10期佢係喺我眼中係用最少時間嗯，揾到自己條路，揾到自己條路。嗯兼且綜合能力嚟講嗯，MC 又有，嗯唱功又有，嗯壓住個氣、壓住個場嘅又有。係啦，顏值擔當又有靚啊！工藤耀係自稱嘅顏值擔當，顏值擔當，如果你真係要計，我應該係漫畫嚟嘅。其實我覺得兩個都靚嘅，兩個都靚嘅，Martin 都靚咗好多。孖陣都靚咗好多，但係佢啱孖陣都係 sales 唱功㗎啦，主力係。係啊，都唔好提石田。石田都靚嘅，靚咗好多。冇咁土，冇咁土啊，係咪土氣啊？土氣啊！石田呢一 fans 公認嘅土氣擔當嚟嘅，咁但係都唔緊要，其實最緊要咧成員咧一定要揾到自己條路。